好，来继续来看国军的福中攻守战。经过将近2年半的试营运，今仔日正式营运咯。伫全台湾设15个实体店面甲3个服务点，国军兄弟会当到实体店面去采买，嘛会当用手机App 落订单到店头去提货。挑人的空间有3军各种的军服甲配件，占地100平，是全台湾头一座3军一体民营国军服装的百货站。让我们国军服装的供补的效率跟品质有长足的提升。我们这个标案是采3年的合约来执行。好，另外看厂商的一个执行情况，我们得以续约2年。甲超市龙头甲本土上大间的西服厂来联手，国军服装站伫全台湾设15个实体店面，甲3个服务点，不管是军便服、卖菜服、军靴还是运动鞋，拢总有。感觉非常好，以后我们官兵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随时来换装就不会说有那个损坏啦，然后一时没办法换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抢到军用品店去买我们的价格基本上来讲还是维持我们302厂的价格，它是非常的平价。伫关山也是外岛、离岛的兄弟嘛免烦恼，会使用手机 App 还是网络的商店都会使落订单。厂商更加准备牛春桥的巡回车要服务。巡回车呢，我们会到基地去提供量身定制，那我们也提供这提引的服务。我们在1025家的门店里面都可以用手机 APP 下载，然后送货到这些店来店取。那其中有120家店，各县市都有包含妈祖都不用运费。军方强调讲，希望服装的百货站会使互军服的普及更加简单。未来嘛，打算将3D 也就是立体牛切仪列为后一步的精进目标。